国73年加10年，啊，踏出你，啊，民国73年就惊第一个卦大有卦，这大有卦的电就当有10年，啊，10年等于里面有10个卦，10个卦我们就转到我们的讲义来了，好，我们把讲义翻出来，翻到24页，好，24页。好，24页，我们里面的方的，我们不要看它，方的它是相凑的，啊。那么外面的圆的，我们看它的右上角，右上角有一个这个大过卦，有没有？好，大过卦的右边有一个火风鼎，有没有？好，这个火风鼎。不是这个火风鼎哦，这个火风鼎一个卦代表1年，这是民国73年的年运啊，民国73年的年运啊，一个卦代表1年。那么这个火风鼎一个卦代表60年，好，那么这个60年刚好配合一家子嘛。现在走到第3爻，那前面2个爻走完了嘛，一个爻10年，2个爻20年嘛，对不对？好，240，然后我们再加一个20嘛。那么现在走到第3爻，第3爻从民国93年到102年，好，等于是到明年才30年，那么今年就是29年，好，跟2个卦算下去29年，所以就是69000。029年嘛，好，
因为64卦嘛，要扣掉这4个卦，剩下60卦，刚好配合一甲子60年。好，那么坎卦我们就跳过去了。民国83年是洪水患，对不对？民国84年山水猛，民国85年地水湿，民国86年天山遁，民国87年就是折山县，民国88年火山里，民国89年小破卦，民国90年封山剑，民国91年就是水山剑，民国92年就是艮卦。好，这4个卦，就是走火山里10年运走10年运呢。火山里它是从民国82年到92年，走10年。那么民国88年也是走到火山里，对不对？那之前有跟各位讲过嘛，民国88年我们台湾发生921大地震，为什么这么严重？第一，火山里面有8个大破卦，而且以年会意识的角度来讲，民国88年的火山里又是10年运的火山里，所以才这么严重嘛。好，从民国93年，民国93年就是第3000嘛，对不对？就走未济卦，未济走10年，这个理解卦的变讲到变讲到大控2年，好，民国93年第3000，民国94年天地痞，民国95年得地萃，96年火地晋，97年雷地地，97
为这公里的将军地区呢，李胜强为这公李胜公。
112年到113年再走开放后，但
一贯道神源山庄义和圣堂简介，信徒作品，英文未定版，国语版。建筑外观：慈心亭与弥勒园，山门武圣宫，附近社子村正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，乌山头水库风景区，天坛吊桥，1、2、3、4、5楼及地下室与厨房、餐厅。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，民国98年落成启用，开放国外佛堂到场活动照片，参访联谊庆典活动重要网站，展望到场简介，山庄风景是世外桃源，名产有产菠萝蜜，特色感想：义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，建筑很宏伟，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，由道清设计诚心同心建成。慈心亭弥勒园由菲律宾道清捐款兴建的，入道之门及选圣道场，山门特色及对联，期望圣域贤官3600圣48000贤。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，大慈大悲大智大愿大行菩萨。附近社子村正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，乌山头水库风景区，天坛吊桥，创建者已故陈前人一手大罗仙的家乡关田乡社子村。一楼后天佛堂大佛像，由数千年大神木雕刻成，弥勒祖师、济公活佛、观世音菩萨像，和老前人、史基馆及祖师师尊师母像。兴义三贤张秋胜老前人及何老前人与陈前人像，国内外佛堂道场活动照片。一贯道神源山庄义和圣堂简介，信徒作品，
英文为定白，国语版。建筑外观：慈心亭与弥勒园，山门武圣宫，附近社子村正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，乌山头水库风景区，天坛吊桥，1、2、3、4、5楼及地下室与厨房、餐厅。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，民国98年落成启用，开放国外佛堂、道场活动照片。参访联谊、庆典活动重要网站、展望道场简介。山庄风景是世外桃源，名产有产菠萝蜜，特色感想：义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，建筑很宏伟，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，由道清设计诚心同心建成。慈心亭弥勒园由菲律宾道清捐款兴建的，入道之门及选圣道场，山门特色及对联，期望圣域贤官3600圣48000贤。一贯道神源山庄义和圣堂简介，信徒作品，英文为定白，国语版。建筑外观：慈心亭与弥勒园，山门武圣宫，附近社子村正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，乌山头水库风景区，天坛吊桥，1、2、3、4、5楼及地下室与厨房、餐厅。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，民国98年落成启用，开放国外佛堂、道场活动照片。参访联谊、庆典活动重要网站，展望
道场简介。山庄风景是世外桃源，名产有产菠萝蜜，特色感想。义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，建筑很宏伟，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，由道清设计诚心同心建成。慈心亭弥勒园由菲律宾道清捐款兴建的，入道之门及选圣道场，山门特色及对联，期望圣域贤官3600圣48000贤，五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，大慈大悲大智大愿大行菩萨。附近社子村正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，乌山头水库风景区，天坛吊桥，创建者已故陈一贯道神元山庄义和圣堂简介，信徒作品，英文未定版，国语版。建筑外观，慈心亭与弥勒园，山门武圣宫，附近社子村正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，乌山头水库风景区，天坛吊桥，1、2、3、4、5楼及地下室与厨房餐厅，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，民国98年落成启用，开放国外佛堂道场活动照片，参访联谊庆典活动重要网站，展望道场简介，山庄风景是世外桃源，名产有产菠萝蜜，特色感想。义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，建筑很宏伟，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，由道清设计诚心同心建成。慈心亭弥勒园由菲律宾道清捐款兴建的，入道之门及选圣道场，山门特色及对联，期望圣域贤官3600圣48000贤，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，大慈大悲大智大愿大行菩萨。
一贯道神源山庄义和圣堂简介，信徒作品，英文为定版，国语版。建筑外观：慈心亭与弥勒园，山门武圣宫，附近社子村正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，乌山头水库风景区，天坛吊桥，1、2、3、4、5楼及地下室与厨房、餐厅。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，民国98年落成启用，开放国外佛堂到场活动照片。参访联谊庆典活动重要网站，展望道场简介，山庄风景是世外桃源，名产有产菠萝蜜，特色感想：义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，建筑很宏伟，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，由道清设计诚心同心建成。慈心亭弥勒园由菲律宾道清捐款兴建的，入道之门及选圣道场，山门特色及对联，期望圣誉贤官，3600圣，48000贤。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，大慈大悲大智大愿大行菩萨。附近社子村正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，乌山头水库风景区，天坛吊桥。一贯道神源山庄义和圣堂简介，信徒作品，英文为定版，国语版。建筑外观：慈心亭与弥勒园，山门武圣宫，附近社子村正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，乌山头水库风景区，天坛吊桥，1、2、3、4、5楼及地下室与厨房、餐厅。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，民国98年落成启用，开放国外佛堂到场活动照片。参访联谊庆典活动重要网站，展望道场简介，山庄风景是世外桃源，名产有产菠萝蜜，特色感想：义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，
建筑很宏伟，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，由道清设计诚心同心建成。慈心亭弥勒园由菲律宾道清捐款兴建的。入道之门及选圣道场，三门特色及对联，期望圣域贤官3600圣48000贤。一贯道神元山庄义和圣堂简介，信徒作品，英文未定版，国语版。建筑外观，慈心亭与弥勒园，三门武圣宫，附近社子村正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，乌山头水库风景区，天坛吊桥，1、2、3、4、5楼及地下室与厨房、餐厅。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，民国98年落成启用，开放国外佛堂、道场活动照片。参访联谊、庆典活动重要网站、展望道场简介。山庄风景是世外桃源，名产有产菠萝蜜，特色感想。义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，建筑很宏伟，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，由道清设计诚心同心建成。慈心亭弥勒园由菲律宾道清捐款兴建的。入道之门及选圣道场，三门特色及对联，期望圣域贤官3600圣48000贤。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，大慈大悲大智大愿大行菩萨。附近社子村正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，乌山头水库风景区，天坛吊桥，创建者已故陈前人一手大罗仙的家乡关田乡社子村。
一楼后天佛堂大佛像，由数千年大神木雕刻成，弥勒祖师、济公活佛、观世音菩萨像。一贯道神源山庄义和圣堂简介，信徒作品，英文未定版，国语版。建筑外观，慈心亭与弥勒园，山门、武圣宫，附近社子村正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，乌山头水库风景区，天坛吊桥，1、2、3、4、5楼及地下室与厨房、餐厅。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，民国98年落成启用，开放国外佛堂到场活动照片，参访联谊、庆典活动重要网站，展望道场简介，山庄风景是世外桃源，名产有产菠萝蜜，特色感想，义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，建筑很宏伟，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，由道清设计诚心同心建成。慈心亭弥勒园由菲律宾道清捐款兴建的，入道之门及选圣道场，山门特色及对联，期望圣域贤官3600圣48000贤。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，大慈大悲大智大愿大行菩萨。附近社子村正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，乌山头水库风景区，天坛吊桥，创建者已故陈前人一手大罗仙的家乡关田乡社。一贯道神源山庄义和圣堂简介，信徒作品，英文未定版，国语版。建筑外观，慈心亭与弥勒园，山门、武圣宫，附近社子村正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，乌山头水库风景区，天坛吊桥，1、2、3、4、5楼及地下室与厨房、餐厅。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，民国98年落成启用，
开荒国外佛堂到场活动照片，参访联谊庆典活动重要网站，展望道场简介，山庄风景是世外桃源，名产有产菠萝蜜，特色感想，义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，建筑很宏伟，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，由道清设计诚心同心建成。慈心亭弥勒园由菲律宾道清捐款兴建的，入道之门及选圣道场，山门特色及对联，期望圣域贤官3600圣48000贤，五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，大慈大悲大智大愿大行菩萨，附近社子村正安宫。一贯道神元山庄义和圣堂简介，信徒作品英文未定版，国语版。建筑外观，慈心亭与弥勒园，山门五圣宫，附近社子村正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，乌山头水库风景区，天坛吊桥，1、2、3、4、5楼及地下室与厨房餐厅，五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，民国98年落成启用，开荒国外佛堂到场活动照片，参访联谊庆典活动重要网站，展望道场简介，山庄风景是世外桃源，名产有产菠萝蜜，特色感想，义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，建筑很宏伟，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，由道清设计诚心同心建成。慈心亭弥勒园由菲律宾道清捐款兴建的，入道之门及选圣道场，山门特色及对联，期望圣域贤官3600圣48000贤，五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，大慈大悲大智大愿大行菩萨，
一贯道神源山庄义和圣堂简介，信徒作品，英文未定版，国语版。建筑外观，慈心亭与弥勒园，山门武圣宫，附近社子村正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，乌山头水库风景区，天坛吊桥，1、2、3、4、5楼及地下室与厨房、餐厅。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，民国98年落成启用，开放国外佛堂到场活动照片，参访联谊庆典活动重要网站，展望道场简介，山庄风景是世外桃源，名产有产菠萝蜜，特色感想，义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，建筑很宏伟，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，由道清设计诚心同心建成。慈心亭弥勒园由菲律宾道清捐款兴建的，入道之门及选圣道场，山门特色及对联，期望圣域贤官3600圣48000贤。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，大慈大悲大智大愿大行菩萨，附近社子村正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，乌山头水库风景区，天坛吊桥，创建者已故陈前人一手大罗仙的家乡关田乡社子村。1楼后天佛堂大佛像，由数千年大神木雕刻成，弥勒祖师、济公活佛、观世音菩萨像，和老前人、史基馆及祖师师尊师母像。兴义三贤张秋胜老前人及何老前人与陈前人像，佛内外佛堂道场活动照片，正训文物，1楼有读经教室、国乐班教室，一贯道神源山庄义和圣堂简介，信徒作品，英文未定版，国语版。建筑外观，
慈心亭与弥勒园、山门、武圣宫、附近社子村正安宫、台南艺术大学、乌山头水库风景区、天坛吊桥1、2、3、4、5楼及地下室与厨房、餐厅。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，民国98年落成启用，开放国外佛堂、道场活动照片、参访联谊、庆典活动重要网站、展望、道场简介、山庄风景是世外桃源，名产有产菠萝蜜，特色感想，义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，建筑很宏伟，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，由道清设计诚心同心建成。慈心亭弥勒园由菲律宾道清捐款兴建的，入道之门及选圣道场，山门特色及对联，期望圣誉贤官3600圣48000贤。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，大慈大悲大智大愿大行菩萨，附近社子村正安。一贯道神元山庄义和圣堂简介，信徒作品英文未定版，国语版。建筑外观，慈心亭与弥勒园、山门、武圣宫、附近社子村正安宫、台南艺术大学、乌山头水库风景区、天坛吊桥1、2、3、4、5楼及地下室与厨房、餐厅。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，民国98年落成启用，开放国外佛堂、道场活动照片、参访联谊、庆典活动重要网站、展望、道场简介、山庄风景是世外桃源，名产有产菠萝蜜，特色感想，义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，建筑很宏伟，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，由道清设计诚心同心建成。慈心亭弥勒园由菲律宾道清捐款兴建的，入道之门及选圣道场，山门特色及对联，
期望圣域贤官3600圣48000贤，五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，大慈大悲大智大愿大行菩萨，附近社子村正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，一贯道神源山庄义和圣堂简介，信徒作品，英文未定版，国语版。建筑外观，慈心亭与弥勒园，山门武圣宫，附近社子村正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，乌山头水库风景区，天坛吊桥，1、2、3、4、5楼及地下室与厨房、餐厅，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，民国98年落成启用，开放国外佛堂，到场活动照片，参访联谊，庆典活动重要网站，展望道场简介，山庄风景是世外桃源，名产有产菠萝蜜，特色感想，义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，建筑很宏伟，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，由道清设计诚心同心建成。慈心亭弥勒园由菲律宾道清捐款兴建的，入道之门及选圣道场，山门特色及对联，期望圣域贤官3600圣48000贤，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，一贯道神源山庄义和圣堂简介，信徒作品，英文未定版，国语版。建筑外观，慈心亭与弥勒园，山门武圣宫，附近社子村正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，乌山头水库风景区，天坛吊桥，1、2、3、4、5楼及地下室与厨房、餐厅，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，民国98年落成启用，开放国外佛堂，到场活动照片，参访联谊，
庆典活动重要网站、展望、道场简介、山庄风景是世外桃源，名产有产菠萝蜜，特色感想。义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，建筑很宏伟，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，由道清设计诚心同心建成。慈心亭弥勒园由菲律宾道清捐款兴建的，入道之门及选圣道场，三门特色及对联，期望圣谕贤官3600圣48000贤。一贯道神元山庄义和圣堂简介，信徒作品，英文未定版，国语版。建筑外观，慈心亭与弥勒园，山门、武圣宫，附近社子村镇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，乌山头水库风景区，天坛吊桥，1、2、3、4、5楼及地下室与厨房、餐厅。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，民国98年落成启用，开放国外佛堂、道场活动照片。参访联谊、庆典活动重要网站、展望、道场简介、山庄风景是世外桃源，名产有产菠萝蜜，特色感想。义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，建筑很宏伟，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，由道清设计诚心同心建成。慈心亭弥勒园由菲律宾道清捐款兴建的，入道之门及选圣道场，三门特色及对联，期望圣谕贤官3600圣48000贤。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，大慈大悲大智大愿大行菩萨。附近社子村镇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，乌山头水库风景区，天坛吊桥，创建者已故陈前人一手大罗仙的家乡关田乡社子村。一楼后天佛堂大佛像，
由数千年大神木雕刻成弥勒祖师、济公活佛、观世音菩萨像、和老前人、史基馆及祖师师尊师母像，兴义三贤张秋圣老前人及和老前人以陈前人像，一贯道神源山庄义和圣堂简介，信徒作品，英文未定版，国语版。建筑外观，慈心亭与弥勒园，山门武圣宫，附近社子村正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，乌山头水库风景区，天坛吊桥，1、2、3、4、5楼及地下室与厨房、餐厅，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，民国98年落成启用，开放国外佛堂到场活动照片，参访联谊，庆典活动重要网站，展望道场简介，山庄风景是世外桃源，名产有产菠萝蜜，特色感想，义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，建筑很宏伟，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，由道清设计诚心同心建成。慈心亭弥勒园由菲律宾道清捐款兴建的，入道之门及选圣道场，山门特色及对联，期望圣誉贤官3600圣48000贤，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，大慈大悲大智大愿大行菩萨，附近社子村正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，乌山头水库风景区，天坛吊桥，创建者已故陈前人一手大罗仙的家乡关田乡社子村。1楼后天佛堂大佛像，由数千年大神木雕刻成，弥勒祖师、济公活佛、观世音菩萨像，和老前人、史基馆及祖师师尊师母像，兴义三贤张秋圣老前人及和老前人与陈前人像，
佛内外佛堂道场活动照片。一贯道神源山庄义和圣堂简介，信徒作品，英文未定版，国语版。建筑外观：慈心亭与弥勒园，山门武圣宫，附近社子村正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，乌山头水库风景区，天坛吊桥，1、2、3、4、5楼及地下室与厨房、餐厅。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，民国98年落成启用，开放国外佛堂道场活动照片。参访联谊庆典活动重要网站，展望道场简介，山庄风景是世外桃源，名产有产菠萝蜜，特色感想，义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，建筑很宏伟，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，由道清设计诚心同心建成。慈心亭弥勒园由菲律宾道清捐款兴建的，入道之门及选圣道场，山门特色及对联，期望圣域贤官3600圣48000贤。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，大慈大悲大智大愿大行菩萨。一贯道神源山庄义和圣堂简介，信徒作品，英文未定版，国语版。建筑外观：慈心亭与弥勒园，山门武圣宫，附近社子村正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，乌山头水库风景区，天坛吊桥，1、2、3、4、5楼及地下室与厨房、餐厅。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，民国98年落成启用，开放国外佛堂道场活动照片。参访联谊庆典活动重要网站，展望道场简介，山庄风景是世外桃源，名产有产菠萝蜜，特色感想，义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，
建筑很宏伟，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，由道清设计诚心同心建成。慈心亭弥勒园由菲律宾道清捐款兴建的。入道之门及选圣道场，三门特色及对联，期望圣域贤官3600圣48000贤，五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，大慈大悲大智大愿大行菩萨。一贯道神元山庄义和圣堂简介，信徒作品，英文未定版，国语版。建筑外观，慈心亭与弥勒园，三门武圣宫，附近社子村镇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，乌山头水库风景区，天坛吊桥，1、2、3、4、5楼及地下室与厨房餐厅，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，民国98年落成启用，开放国外佛堂道场活动照片，参访联谊庆典活动重要网站，展望道场简介，山庄风景是世外桃源，名产有产菠萝蜜，特色感想，义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，建筑很宏伟，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，由道清设计诚心同心建成。慈心亭弥勒园由菲律宾道清捐款兴建的。入道之门及选圣道场，三门特色及对联，期望圣域贤官3600圣48000贤，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，大慈大悲大智大愿大行菩萨。
一贯道神源山庄义和圣堂简介，信徒作品，英文未定版，国语版。建筑外观，慈心亭与弥勒园，山门、武圣宫，附近社子村正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，乌山头水库风景区，天坛吊桥，1、2、3、4、5楼及地下室与厨房、餐厅。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，民国98年落成启用，开放国外佛堂，到场活动照片，参访联谊，庆典活动重要网站，展望道场简介，山庄风景是世外桃源，名产有产菠萝蜜，特色感想，义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，建筑很宏伟，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，由道清设计诚心同心建成。慈心亭弥勒园由菲律宾道清捐款兴建的，入道之门及选圣道场，山门特色及对联，期望圣域贤官3600圣48000贤。一贯道神源山庄义和圣堂简介，信徒作品，英文未定版，国语版。建筑外观，慈心亭与弥勒园，山门、武圣宫，附近社子村正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，乌山头水库风景区，天坛吊桥，1、2、3、4、5楼及地下室与厨房、餐厅。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，民国98年落成启用，开放国外佛堂，到场活动照片，参访联谊，庆典活动重要网站，展望道场简介，山庄风景是世外桃源，名产有产菠萝蜜，特色感想，义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，建筑很宏伟，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，由道清设计诚心同心建成。慈心亭弥勒园由菲律宾道清捐款兴建的，入道之门及选圣道场，山门特色及对联，期望圣域贤官
3600圣48000贤，五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，大慈大悲大智大愿大行菩萨。附近社子村正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，乌山头水库风景区，天坛吊桥。一贯道神源山庄义和圣堂简介，信徒作品，英文未定版，国语版。建筑外观，慈心亭与弥勒园，山门武圣宫，附近社子村正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，乌山头水库风景区，天坛吊桥，1、2、3、4、5楼及地下室与厨房餐厅，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，民国98年落成启用，开放国外佛堂到场活动照片，参访联谊，庆典活动重要网站，展望道场简介，山庄风景是世外桃源，名产有产菠萝蜜，特色感想，义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，建筑很宏伟，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，由道清设计诚心同心建成。慈心亭弥勒园由菲律宾道清捐款兴建的，入道之门及选圣道场，山门特色及对联，期望圣域贤官3600圣48000贤，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，大慈大悲大智大愿大行菩萨。附近社子村正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，一贯道神源山庄义和圣堂简介，信徒作品，英文未定版，国语版。建筑外观，慈心亭与弥勒园，山门武圣宫，附近社子村正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，乌山头水库风景区，天坛吊桥，1、2、3、4、5楼及地下室与厨房餐厅，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，民国98年落成启用，开放
国外佛堂、道场活动照片、参访联谊、庆典活动重要网站、展望道场简介、山庄风景是世外桃源、名产有产菠萝蜜、特色感想。义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，建筑很宏伟，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，由道清设计诚心同心建成。慈心亭弥勒园由菲律宾道清捐款兴建的，入道之门及选圣道场，山门特色及对联，期望圣域贤官3600圣48000贤，五圣宫供奉五大菩萨。一贯道神元山庄义和圣堂简介，信徒作品，英文未定白，国语版。建筑外观，慈心亭与弥勒园，山门武圣宫，附近社子村正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，乌山头水库风景区，天坛吊桥，1、2、3、4、5楼及地下室与厨房、餐厅。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，民国98年落成启用，开放国外佛堂、道场活动照片，参访联谊、庆典活动重要网站，展望道场简介，山庄风景是世外桃源，名产有产菠萝蜜，特色感想。义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，建筑很宏伟，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，由道清设计诚心同心建成。慈心亭弥勒园由菲律宾道清捐款兴建的，入道之门及选圣道场，山门特色及对联，期望圣域贤官3600圣48000贤。一贯道神元山庄义和圣堂简介，信徒作品，英文未定白，国语版。建筑外观，慈心亭与弥勒园，山门武圣宫，附近社子村正安宫，
台南艺术大学乌山头水库风景区天坛吊桥1、2、3、4、5楼及地下室与厨房、餐厅、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。民国98年落成启用，开放国外佛堂、道场活动照片、参访联谊、庆典活动重要网站、展望、道场简介、山庄风景是世外桃源。名产有产菠萝蜜，特色感想。义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，建筑很宏伟，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，由道清设计诚心同心建成。慈心亭弥勒园由菲律宾道清捐款兴建的，入道之门及选圣道场，山门特色及对联，期望圣誉贤官3600圣48000贤。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。一贯道神元山庄义和圣堂简介，信徒作品，英文未定版，国语版。建筑外观，慈心亭与弥勒园，山门、武圣宫，附近社子村正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乌山头水库风景区，天坛吊桥1、2、3、4、5楼及地下室与厨房、餐厅，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。民国98年落成启用，开放国外佛堂、道场活动照片、参访联谊、庆典活动重要网站、展望、道场简介、山庄风景是世外桃源。名产有产菠萝蜜，特色感想。义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，建筑很宏伟，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，由道清设计诚心同心建成。慈心亭弥勒园由菲律宾道清捐款兴建的，入道之门及选圣道场，山门特色及对联，期望圣誉贤官3600圣48000贤。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，
大慈大悲大智大愿大行菩萨，附近一贯道神源山庄义和圣堂简介，信徒作品，英文未定版，国语版。建筑外观：慈心亭与弥勒园，山门武圣宫，附近社子村正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，乌山头水库风景区，天坛吊桥，1、2、3、4、5楼及地下室与厨房、餐厅。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，民国98年落成启用，开放国外佛堂到场活动照片。参访联谊庆典活动重要网站，展望到场简介。山庄风景是世外桃源，名产有产菠萝蜜，特色感想：义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，建筑很宏伟，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，由道清设计诚心同心建成。慈心亭弥勒园由菲律宾道清捐款兴建的，入道之门及选圣道场，山门特色及对联，期望圣域贤官3600圣48000贤。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，大慈大悲大智大愿大行菩萨。附近社子村正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，乌山头水库风景区，天坛吊桥，创建者已故陈前人一手大罗间的家乡关田乡社子村。1楼后天佛堂大佛像，由数千年大神木雕刻成，弥勒祖师、济公活佛、观世音菩萨像。一贯道神源山庄义和圣堂简介，信徒作品，英文未定版，国语版。建筑外观：慈心亭与弥勒园，山门武圣宫，附近社子村正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，乌山头水库风景区，天坛
吊桥1、2、3、4、5楼及地下室与厨房、餐厅。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。民国98年落成启用，开放国外佛堂、道场活动照片。参访联谊、庆典活动重要网站、展望、道场简介。山庄风景是世外桃源，名产有产菠萝蜜，特色感想。义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，建筑很宏伟，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，由道清设计诚心同心建成。慈心亭弥勒园由菲律宾道清捐款兴建的，入道之门及选圣道场，三门特色及对联，期望圣域贤官3600圣48000贤。贯道神元山庄义和圣堂简介，信徒作品，英文未定版，国语版。建筑外观，慈心亭与弥勒园，山门武圣宫，附近社子村镇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，乌山头水库风景区，天坛吊桥1、2、3、4、5楼及地下室与厨房、餐厅。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。民国98年落成启用，开放国外佛堂、道场活动照片。参访联谊、庆典活动重要网站、展望、道场简介。山庄风景是世外桃源，名产有产菠萝蜜，特色感想。义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，